各位觀眾朋友喺繼續收睇我哋嘅本周精選之前，麻煩大家撳一下個關注鐘仔，表示下對我嘅支持。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好快又嚟到同大家分享全新一周嘅優惠時間啦！喺多倫多嘅萬錦市同士嘉堡區內，部分亞洲食品超市同本地大型集團超市喺呢個星期咧都推出咗唔少超筍嘅貨品優惠。而家咧就等我帶大家睇睇今個星期啦喺亞洲食品超市入邊啦，我為大家揾到啲咩正嘢。
我哋再嚟睇下本地嘅幾間集團超市呢個禮拜有啲乜嘢嘅超筍優惠。如果你覺得我哋嘅內容可以幫到大家，用最短時間計劃好今個星期嘅購物路線同餐單，請大家幫手介紹俾身邊嘅親友，等更多朋友分享到我哋嘅製作。喺本周影片結束之前，如果觀眾朋友有咩意見，都好歡迎大家留言指教。多謝大家嘅支持，我哋下周再見，拜拜。